基础台语第1集，台语波波摸。国语的注音是用波波摸，这大家拢会晓。台语安怎注音呢？一般是用罗马字，有真侪版本。我真正用的是教育部的版本，简称教罗，教育部的罗马字。台语哪会无爱直接用波波摸来注音就好呢？因为有一寡发音无法度表达啦。网络有真侪专家咧教，想要学的人有真侪好参考，所以我就无讲啊。但是呢，我若只讲，若毋是阮小弟家己咧做节目，就无可能去看啥物说文解字啦。所以阮阿姊嘛无可能去找啥物网络资源啦。另外呢，阮阿姨讲，你写的英文我哪会看有啦？为着即两类的观众，我就简单介绍台语如何拼音，而且毋是用英文拼音哦。即集要介绍的是用改良版的注音符号作为台语的拼音工具。先感谢甲骨先生伫留言区一字一字手把手耐心教我即套系统。这个系统号做135拼音法，我还未完全学会晓，先甲会晓的部分写出来，毋对的、讲无对的，以后才来补充。直接来开始，第一行 b、p、m、f， 这类的声母叫顿音，但是台语的风格是无这个轻顿音，可以理解吧？所以有人笑讲台语会漏风的。重要的来啊，有一个顿音是中文无的，无。咱就甲伊写做两音连读的一个声母，若是用教罗，就写做 v， 这是爱补充的一个新的注音符号。来练习两字，跳舞的舞，舞舞舞，文章的文，无文文，就安尼注音。所以即马大家知影，为虾米正常的注音符号无法度用？话无伊迄个音嘛，即马有135拼音法，就有补救的方法。过来，d、t、n、l， 简单的第2行。g、k、h， 声母的第3行。前两字是舌根音，第3字是喉音。台语搁爱补一个舌根音的落音 g， 共款两音连读，创造一个新的音。我讲台语去宜兰食鹅肉，即句有机会你招习惯讲国语的人读一遍，因会读做我讲台语去宜兰食鹅肉。因为中文无鹅这个落音，所以因就有听没有到，嘛讲袂出来。这叫做母语的直关音。正确的拼音我、我、语、语、宜、宜、鹅。声母的第4行 z、号做起音。其实这3字可有可无，你想看觅咧。声母的第5行卷舌音的 z、日，搁有要活音的 z、其实啊，只有台湾人认为活音有卷舌甲无卷舌其实有差别，因为台语就无用到卷舌音啊，母语的直关音才会认为活音。无要紧，学台语的这4个音就无用到啊，台语只用无卷舌的 z、
重要的台语有一个音，嘛是中文无的，教落写做接，染色的染，仁爱的仁，就借用日这个声母，染染仁仁。以上讲的号做声母。啥物叫声母？一个字讲头前的先发出声的，所以讲声母。譬如我这字先发出我的声母，再结合后尾的韵母我，合起来就我。韵母呢，押韵嘛，外字拢共韵母叫押韵，所以写后尾号做韵母。我安尼记。讲韵母进前，先整理所有的声母：b、p、m、v、d、t、n、l、g、k、g、h、g、ch、c、z、c、s、r。其实爱学的只有落音的这三个字。韵母简单讲，啊、i、u、e、o、六个基本韵母，搁两个片音 n、搁一个真简单，但是中文无的韵母，合口韵母m 做韵母的时，读双唇合起来，永远合起来的m 本来是声母，照理是爱放伫头前，若放伫后尾，就知影是借用做韵母。咱来练习一下，淡水河的淡，倒暗淡，感冒的感，高暗感。搁来做一个实验，去淡水河感冒即句，讲国语的人会读做去淡水河感冒。因无习惯喙唇合起来音，母语的直关音就自动消失。无要笑任何人的意思，莫误会，只是点出台语、国语的差别。知影有这个差别，拄练习台语的人，若拄到合口韵，喙唇就勇敢含起来，安尼真紧就会晓啊。片音一般是爱结合其他的音才会成音，但是这字较特殊。简单讲，你用会自动选字的注音输入法拍这字并无中文字可选。但是呢，中的直接注音正潮拢知的秧苗嘛直接注音长注音梦的嘛注音捌看过一个影片，介绍中国十大困难的方言。伊讲闽南语排第5名，客家话排第6名，广东话排第2名。闽南语会困难的原因，因为有87个韵母。伊安尼介绍：毋是9个吗？基础是9个啦。试看这3字：清气的清，亲情的亲，食物新鲜的鲜。咱后一集再来研究练习，先讲入声韵母。中文无入声字，当然 b、p、m、v 注音符号就无法度表达。来看135拼音法，如何变出入声字？什么是入声？底促音就是入声，历史的历就是入声字，拼音做历。五是声母，本来是放伫头前，若放伫后面，就代表借用做入声韵母。这字入声字的读法，五有迄个喙形，
但是无发出声。力就是你用語来收尾音，读力。骨头的骨，骨加一字无出声的托来收尾音，读骨。合作的合，哈加一音无出声的无，读合。人客的客，客加一音无出声的好，读客。借用高、托、无、好四个声母来收尾音，就变成短促音。用安尼注音方式，入声字就出现咯，可以下课咯。下课进前来讲台语的声调，两句仔话就讲完啊。入声嘛分公的、母的，即个骨算公的，即类的入声字就叫做用入。骨嘛是入声字，小可牵较长的音，算是母的，就加一个二声的符号。即类的入声字就叫做音入。台语总共有7个声调，包含国语的1声、2声、3声、4声，搁加上2个入声，安尼就6个啊。院长的院拼音安尼写，毋是4声的院，是行政院长，毋是行政院长哦。即类的声调就号做第7调，我号做院长调。因为这是我30年前听广播的时，第一届听人安尼介绍，我就安尼记住。第7调就加2撇的符号来区别。阿句的句嘛是第7调，记做阿句的音调也可以，在你介意。台语的声调有国语的1、2、3、4声，加用入、音入2个入声调，搁加院长调的第7调，总共就是7个调，有好学无？台语的基础保、抱、摸以上，下课未完待续。